中国官方通报卡什疫情细节时露出破绽，一些学者指源头来自中共强制维吾尔人劳动的工厂，担忧中共借疫情加剧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一些维权人士和研究人员认为，中共当局的这项扶贫攻坚运动，其实际是针对维吾尔人等穆斯林的强制劳动计划。在这项运动中，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穆斯林被分配到指定工厂，除了接受，他们别无选择。德国东突厥散问题专家郑国恩表示，他通过分析公开文件及官方表述认为，这个乡村工厂中共所谓的扶贫计划的一部分。中共当局将成年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纳入低赋能的工厂工作。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人权倡议负责人艾米赖尔说，根据国际法，这是强迫劳动。为了遏制武汉病毒的传播，欧盟机构使用了海康威视生产的红外线热像仪检测体温。该中国科技巨头被涉嫌协助监控维吾尔人。德国之声报道，两家欧盟机构正在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这家中国企业被认为给东突厥散集中营提供监控设备。在疫情之下，欧洲议会和欧委会官员购买了海康威视的红外线热像仪，以便快速检测出入人员的体温。部长、欧盟议员、高级外交官，亦或者是普通的工作人员，都需要在进入大楼后接受体温扫描。美国政府宣布将这个视频监控公司列入黑名单。在未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美国公司禁止与名单上的公司进行贸易往来。美国政府表示，海康威视参与了中国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监控的行动。欧盟官员使用海康威视设备，似乎与欧盟本身的政策目标相悖。欧盟多次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负责定期组织召开欧洲理事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对中国的打压行动提出了批评。这位前比利时首相上月在联大的发言时说，我们不会停止敦促对普世人权的尊重，包括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尊重。美国驻慕尼黑领事馆举办了维吾尔周活动。为期1周的维吾尔周活动由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共同计划，由美国驻慕尼黑领事馆举办。美国驻慕尼黑领事馆10月22日宣布，将与世委会合作，在10月的最后1周组织一次针对维吾尔族的维吾尔周活动。第一次活动于10月26日与世委会主席德鲁克恩·艾沙举行。第二次于10月28日与世委会欧洲代表埃斯凯尔将举行，最后一次于10月30日与世委会项目负责人祖穆莱提埃尔金举行。该在线活动由美国驻慕尼黑总领事主持。世委会项目负责人祖穆莱提表示，为期1周的维吾尔周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30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会见了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在谈到对中国的担忧时，蓬佩奥强调，美国愿与越南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两国实务合作朝着互信、高效和可持续方向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合作与发展做出贡献。除了与范平明的会谈外，蓬佩奥还和越南总理阮春福和公安部长苏林举行了会谈。蓬佩奥说，我们极大地尊重越南人民和你们的国家主权，我们期待继续一道努力增进关系，构建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繁荣。这个包括整个东南亚地区、亚洲和印太地区。作为东南亚之旅的一部分，蓬佩奥访问了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马尔代夫。他的此行被认为是加强与该地区国家之间针对中国的合作的努力。伊兹密尔的塞菲利西萨尔县海域发生6.6级地震，
据土耳其灾害与紧急情况管理局网站提供的消息，土耳其时间14点51分，在爱琴海距离伊兹密尔的塞菲利西萨尔县17公里远处的海域发生了6.6级地震。据悉，地震发生在地下17公里的深处。由于地震，布尔诺瓦和白拉克县的一些大楼发生倒塌。地震导致遇难者人数上升至27人，受伤者人数则增至804人。目前，抢救被埋废墟下灾民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土耳其西部31日还发生了一场5级余震，是30日强震以来400起余震中震级最高。